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肥宅嘅模型頻道。嗱，又到咗月底，都係時間睇下6月有咩高達模型嘅再版啦。只不過睇嚟 Bandai 開咗新廠房都好，個產能都仲未吞得幾好。今個月有超過40款嘅 item 都係由5月甚至更早嘅時間咧，要 delay 到6月先出得到嘅。咁呢啲款上個月都 cover 過啦，就唔再重複噶啦，淨係會喺後邊 list 翻出嚟俾大家做翻個參考。但係今個月啲款咧有啲小驚喜嘅，因為唯一可以打爆高達嘅最強渣古，今個月就出齊2個 version。你可能話哇，呢隻成日都見㗎啦，但係今個月連19年嗰隻 Re100 都有再反，咁呢一隻就真係好罕見啦。仲有每年年中例牌出翻 High Grade Build Fight 嘅款式啊，加上仲有隻 High Grade UC 咧，係我早幾年片都係第一次講。想知 detail 咁就要睇埋落去啦。開波之前講多句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YouTube 嗰條 time bar 其實係有功能㗎。我已經將成條片咧分好晒 chapter， 想直接飛去下一 part 嘅咧，可以直接咁樣撳落去。嗱，大家記住善用呢個功能咯。你睇得我啲片砌模型就一定係各位嘅興趣啦，但係有陣時一砌咧就幾個鐘甚至半日。如果得少少時間又想有啲花式 entertainment 嘅，都可以試下呢一款我一直有玩開嘅手遊。留意睇到最後有肥宅觀眾嘅獨家獎勵，佢係一款全球累積超過2.5億 download，有4.6高分嘅黑暗西方奇幻 RPG 免費手遊。雖然話佢係免費，但係畫質同動作效果咧都係有3A 級別㗎。做咗咁多年，幾乎每個月都有新活動同埋專屬英雄，超多而且係持續抗爭嘅英雄，可以 keep 到遊戲嘅平衡性。強勢英雄大橡樹帕德萊格係最強大嘅特襲冠軍之一，可以加快隊友速度，有少見嘅聯合夾擊，用佢做隊長可以增加全隊隊員嘅攻防體3項能力，仲可以持續幫隊員回到血。而家你用我個 QR code 下載遊戲，48個鐘之內用兌換碼 REF 就可以免費得到佢㗎。留意，如果你直接由 Google Play 下載遊戲嘅話，你係兌換唔到我獨家送出嘅英雄。如果想用其他嘅傳說英雄，都仲有4位俾你揀嘅，分別係羊角獸人、流浪者愛麗絲、柴棍貓，仲有拉扎雅格。記住呢5位英雄咧，就只可以5選1，就睇下大家會中意乜嘢類型嘅英雄啦。除咗一開始就送俾你嘅一位傳說英雄之外，新玩家仲可以得到入門嘅套裝，包括騎士亡靈陣營、傳說支援英雄歸魂納爾瑪。到咗15級，有另外一套入門大獎，包括蜥蜴人陣營嘅史詩英雄 Drake， 加上一開始4選1嘅稀有主角，基本上頭幾日你都可以爽掃主線，然後用主線嘅獎勵咧就可以再抽到其他強大嘅英雄。召喚英雄咧就喺酒館進行，當然你同佢哋升級升技亦都係喺呢度做噶啦。俾個小心得大家啦，一開始掃入門主線同埋支線就記得留意傳說英雄升級嘅素材，因為去到史詩同埋傳說嘅話，升階升技都唔容易。集中先升爆一隻主力隊，你之後玩 PVP 同埋 PVE 都有好大幫助，特別你之後抽到強力嘅角色，用升爆咗嘅英雄再打素材俾佢都快好多同埋易好多啊嘛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西方暗黑類題材嘅 game， 就一定要試下 Raid Shadow Legends 呢一款可以跨平台嘅3A 手遊， PC 手機都玩得到，仲可以加入我創建嘅公會肥宅交友會 ，scan 我個 QR code 或者點擊中間嗰條 link， 一齊喺呢個世界中華自成啦！好啦，聽完金主爸爸嘅說話，咁我哋就正式開波。Perfect Grade 咧，今個月有2款 PGU 喺本地派貨嘅。2020年編號1完咗高達，雖然 RG 嗰隻完咗出得比佢遲，但係呢一隻真係做得好好。如果你屋企真係夠位嘅 PGU， 絕對係必入嘅一款，亦都係我算做真真正正第一隻自己砌完上埋色嘅元祖。佢嘅分件同結構咧都接近完美㗎啦，素組已經係超靚。但係如果你想上色嘅咧，我有個小建議，佢有好多位咧係可以打開外甲見到內扣㗎，特別係4肢嘅位置。呢啲位其實最好咧就拆咗成塊甲落嚟，由內側推翻開嗰個機關再砌翻上去，因為你上咗色之後，佢嗰個價位會實咗㗎。你用啲尖嘢去撬佢出嚟，就好大機會刮得你辛辛苦苦噴上去嘅油，咁啊真係唔抵啦。2026年編號2 New 高達，又係每一個月講一講 New 嘅時間。上次講完砌之前嗰啲準備啦，今次講下組裝要留意嘅地方。嗱 ，New 好多關節咧都係偏緊嘅，大家都知啦，佢係為咗 support 翻嗰個又大又重又要單邊嘅浮游炮啊嘛。結果到最後出貨都好啦，上支架加嗰個透明嘅 support 先至係最佳答案。所以啦，砌之前搽丁屎咁多凡士林上去可能會好啲。我自己咧就遇過腳掌較位裝完之後係完全拆唔翻落嚟呢個問題，所以如果你要上色嘅話，就唔太建議假組嘅。直接上色好過啦。仲有就係咁多關節入邊咧，髖關節嗰個受力點係最大嘅，因為大髀根部嗰個關節咧實在太緊實啦，變咗架位最尾拍上去嗰個銀色圓形嘅件咧係好容易斷。嗱，呢個位我真係冇乜好建議，大家扭嘅時候咧就要額外留神啦。跟住就講 MG 啦。
2004年編號75飛翼高達零式，2010年編號132飛翼高達，2011年編號144飛翼高達2特，三款都係 Wing 就一次我講啦。不過 Wing 系列咧其實都真係幾容易搞亂嘅。編號75咧就係 OVA 版，有天使翼嗰隻，咁佢用咗啲軟膠做羽毛啦，仲包埋個地台俾你，對翼嘅可動性係好高，基本上所有招牌 pose 都做得到，某程度上仲好過 PG 少少添。之但係對比大後期出嗰隻卡版呢一隻就真係唔吸引嘅。編號132係電視版嘅第一款，比起頭先嗰隻分析細節夾縫都明顯進步咗，可動亦都係合格有餘。有個位咧就未必大家知，因為佢嗰支長槍咧太長啦，有陣時你懟出嚟咧槍頭會向下墜嘅，但係前臂有個爪係可以咁樣扣實支槍，咁呢個設計係幾加分嘅。編號144呢一款咧就係舊版69號卡版嘅改色嚟嘅啫，咁佢俾多咗粒接駁 action base 嘅部件嚟嘅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個色組係順眼啲，因為舊版嗰隻白色咧我感覺上係偏黃少少，同埋佢加多咗一件俾你就同價叫做抵玩啲咯。之但係嗰個工藝咧就完全冇改過噶啦。三款入邊我最推薦嘅係編號132嗰一隻。2006年編號93突擊自由高達，早期嘅 MG Set Item， 咁見到佢其實已經用盡咗當日最好嘅技術去做，可動性超高，但係用翻今日嘅眼光講，分件同埋細節就真係齋咗少少啦。講真嘅，而家 MGEX、RG 甚至 High Grade 嗰個比例都可能靚過去，買呢一隻呢就真係純粹買情懷同埋嗰種舊式嘅比例啦。2007年編號94骷髏高達 X1 全複式 detail 佢做足嘅，盡可能還原翻動畫嘅機關同埋武器，所有武器就齊晒 MS 本體可動亦都唔錯。背包嘅核戰機係可以完整分離啦，4支推進器獨立可動，缺點好明顯嘅分件唔夠啦，特別係嗰啲奇形怪狀少少嘅部件，加上斗篷嗰個件啊又大又深色，縮膠係幾明顯嘅，同埋呢份模型俾你嗰個顏色層次，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唔夠。如果你自己會做噴油嘅話，可能俾多少少金屬色或者個深藍色分兩層出嚟，個效果咧就明顯可以差好遠啦。2008年編號114無限正義高達同 Strike Freedom 隔咗2年，所有嘢都進步晒，特別係細節，用今日嘅眼光睇一樣咁型仔。唔止係 MS 本體㗎，連背包飛行器呢啲條都好足。為咗重現翻動畫嘅動作，內部關節做得特別好，基本上亞斯蘭所有機體都係大推薦，呢隻絕對係08年嘅傑作。2011年編號149沙漠高達，動畫入邊戰力同埋造型佢都唔算得特別出眾，但係我最欣賞呢份模型呢，就係佢份骨架，因為大部分 MG 嘅 Wing 咧都係共用呢個內扣，可動高，外夾分件出色。咁當然啦，佢唔使變形嘅話，嗰個設計上嘅考慮就可以慳翻好多心思嘅。一款結構好但係唔算出色嘅 MG。2011年編號150呼阿瑪獨角獸卡版，2012年編號155布桑內妖，2018年編號201布桑內妖卡版，三款都共用咗唔少件啦，不如一次過講啦。其實我一直都唔欣賞 MG 獨角獸系列嘅結構，最主要就係佢個關節真係唔夠力㗎，特別係全武裝啲武器多到超越咗副骨架嘅支撐力。咁好在所有武器掛晒上去咧都已經夠氣勢㗎啦，同埋啲配件另外可以組裝成載具嘅話，咁呢個位係加翻啲分嘅。編號155嗰隻布桑內妖係貴啲嘅，雖然佢早啲出，因為佢包埋 VN 同埋 BS 兩個裝備。至於2001嗰份卡版，佢膝頭嗰個模具係改善咗，而家個屈曲角度咧係大咗，裝備就配咗佢嗰把長槍啦、D 盾同埋 XC 背包，同埋一張 Bandai 原廠嘅水貼。我成日都咁講㗎啦，Bandai 嘅水貼喺清晰度咧係完勝絕大部分嘅第三方水貼，但係佢本身真係做得太厚，就算你噴咗油咧，條邊都係好現。呢樣嘢咧我就真係唔 OK 啦。總括嚟講，如果我真係要買布桑內妖或者獨角獸系列任何款式都好啦，我會寧願買 High Grade UC 多啲嘅。2021年編號218德天使高達，2024年編號222敘事高達。咁呢兩隻上個月咧就日本出，今個月就本地派貨，因為上個月都已經講過啦，所以我哋今個月就 skip 咗佢。2025年編號225巴巴托斯狼式骨架就用咗原本巴巴托斯同埋維度爾嘅件，再加新開模做嘅外夾。本體骨架對比原版咧係有改善，包括肩嘅關節啦、背包輔助臂同埋我最睇唔順眼腳掌嗰個絲球。整體上嚟講，分件都係而家 MG 嘅 standard 嗱，算唔錯嘅。不過指甲位咧就要自己保色啦。有個少少嘅建議就係內扣骨架 detail 咧，佢好多嘅，好似呢啲位咧，如果你用綠色嘅珐琅油去滲線咧，其實效果出到嚟係幾唔錯。其實 MG 嘅 item 都仲有好多，包括以下呢啲咧就係上個月 delay 落嚟，係有機會影響本地派貨㗎啦。咁片尾我會再解釋，而家可以大家睇翻個 list 先。1997年編號12 GP01 FB， 2001年編號35京寶範，2003年編號61魔蟹，2004年編號76鐵球 version 卡，2007年編號97渣古2 2.0，2008
2007年編號98馬莎專用渣古 2.0。2007年編號101命運高達。2008年編號111元祖高達 2.0。2009年編號120老虎 2.0。2010年編號138死神高達爾特。2013年編號171居勒特卡。2014年編號183 High New 高達卡版。2017年編號197正義高達。2019年編號210高達 NT1 2.0。2019年編號212高達巴巴托斯。2024年編號222敘事高達。MGSD 就有以下呢4款啦。2023年編號1自由高達同埋編號2高達巴巴托斯，原本呢兩款日本係後加，結果都要延期啦，但係5月就未完，咁所以唔知本地使唔使 delay 嘅。2025年編號4風鈴高達 M3 展呢，見到有人加埋燈，實物比例呢又冇想象中咁頭大身細，我自己覺得幾唔錯嘅。不過呢一款呢，香港好似唔多人拜，始終水星之魔女啦喺香港又真係唔算太 hit 係事實嚟嘅。2026年編號5命運高達嗱，預告一下啦，我收到Supplier俾我嘅食黑片，咁我自己都試下上咗食黑片個層次會唔會有好大分別？下條片咧我就會用佢嚟拍噶啦，大家可以期待下。我自己都期待㗎，因為就咁睇啲 runner 已經覺得咧佢 detail 同埋分件都要做得比 MG 同 RG 更加出色。Re100今個月有兩款嘅，2015年編號3 GP04，日本嗰邊本身由5月 delay 到6月啦，但係今個月本地係會派貨，咁但係上個月都講過，我哋就 skip 咗啦。2019年編號13渣古2 FC。點解叫佢做最強渣古？因為佢係第一部喺動畫入邊可以單對單打爆高達個頭嘅渣古。本身設定都係1年戰爭入邊渣古2嘅最終型號，模型就包晒 AB 兩種頭盔，可動超高，連心口咧都有可動嘅。前臂可以自轉，呢個亦都好少見啦。通風管用咗軟膠，分件出色，連武器都有埋分件。最衰就係佢嗰把電熱褲咧，無論長柄短柄都係有透膠位嘅。如果你中意呢個型號嘅話咧，其實呢一款模型係最推薦，易砌得嚟又唔使點保色啊嘛。好，咁我哋講 High Grade 先睇。High Grade UC 2003年編號42卡寶蘭 TR5， 早期可以變到 MA 嘅機體，可動就真係麻麻噶啦，要做無縫嘅地方都多。貼紙補完色之後咧，都仲有啲位要自己再手動補嘅。之但係以早期嘅 item 嚟講，佢細節做得好足，唔使換件嘅變形系統亦都非常之紮實，加上大碌推進器包埋俾你，無論 MA 定係 MS 成態都好有氣勢，大份呢個價錢係幾抵玩嘅。2004年編號47高達 NT1 MG 版就 delay 咗啦，估計應該6月嘅時候 High Grade MG 一齊本地派貨噶啦，都係嗰啲早期嘅問題啦，要做無縫嘅位好多，同埋啲分析真係好唔夠。組裝外置裝甲嘅方式咧，而家睇落就好簡陋，可動亦都偏低。個人建議中意嘅話咧，你都係玩 MG 啦。2007年編號83同埋84澤德多卡基尼葵斯專用機，兩款馬反自帶浮油炮嘅機體，模具基本上90%一樣噶啦，唔同嘅係得把槍同埋個頭嘅啫。模型包埋好少見嘅透明膠條，俾你還原翻浮油炮攻擊嘅狀態。不過佢俾你嘅咧就係得2條長嘅啫，你要自己剪自己屈嘅。內構同關節用咗金屬嘅成形式，咁呢個位係好睇嘅 detail 足啦，小息要補位。相比起上半身嘅高可動，咁隻腳嘅可動就真係爭嗰啲嘅。咁但係100號之前呢兩款絕對係亮眼嘅存在。2008年編號85靈格斯唔常出嘅 item 嚟嘅，不過為咗遷就變形咧，佢嘅可動亦都唔算得好。MS 嘅還原度高嘅，好多小細節都有心思嘅，例如早期少見嘅雷射槍有卡榫位，前臂嘅導彈亦都有打開嘅機關。V 角就用咗軟膠嘅，所以可以做翻尖啲啦。明顯見到 Bandai 做馬反嘅機體咧，真係有誠意噶。2008年編號87渣古2 FC 同 Re100 比咧，可動就真係明顯爭啲噶啦。咁但係分件咧，佢係一樣出色嘅。B 型嘅頭亦都有包埋啦，腳掌有多一段嘅可動，所以抓地力喺 High Grade 嚟講算做得幾好嘅。頭同大髀嗰個比例同 Re100 咧有啲唔一樣，咁我自己就中意 Re100 嗰個款多啲。呢個價錢嘅 High Grade 渣古咧，亦都算 fair price 嚟嘅。2009年編號92居勒德卡里茨專用版都係馬反嘅機體嚟㗎啦。咁呢款里茨版同埋普通嘅 High Grade UC 淨係得個顏色唔一樣嘅啫，同埋左手咧佢係做咗張開手嘅。眼仔可以轉啦，斧頭效果件比足，分件好又唔使點用貼紙，又係馬反比一般 High Grade 好嘅嗰個 standard 嚟嘅。2009年編號102基拉祖魯居勒德卡嘅後繼機獨角獸嗰邊登場，造型其實好接近，因為 budget 嘅問題啦，咁性能同居勒德卡其實差唔多 ，detail 係多咗嘅，通風管亦都有分析。不過呢一款咧就有唔少位要用貼紙補色啦，武器佢比齊嘅，造型比居勒德卡更加有現代感。
考慮到佢推出嘅時間，其實呢一款都只能夠講係不過不失嘅咋。2010年編號103同埋108，李歇爾同埋李歇爾對講機，雖然話佢用換件嘅方式去做變形啦，可動唔算太差，但係關節咧亦都唔講得上係好實淨。模型本身還原度都高嘅，分件分析唔錯，係要用到唔少貼紙保色，咁但係大多都係喺瞄準器啊、鏡頭位啊，最出事都係腰中間嗰個 V 字嘅啫。兩款機嘅本體咧係一樣噶啦，咁對講機個背包係唔同咗，多咗個輔助臂啦，跟埋嗰支槍咧亦都重型好多。金屬貼紙咧就兩款唔同，普通版係玫紅色，對講機就係綠色。日本嗰邊嘅零售價對講機就貴200 yen 啦，咁其實呢度我覺得抵比嘅，同埋我自己都會寧願入手對講機多啲。2010年編號104全裝型積緊，啱啱 PB 就上咗 AMG 版，咁唔想咁大隻嘅，亦都可以考慮 High Grade UC。當然啦，佢係 AMG 嘅低配版 ，detail 可以做足嘅，咁但係個結構同埋機關咧就 AMG 真係齊好多。例如前臂嘅榴彈發射器係得個樣嘅啫，腰中間嗰個 V 字亦都用貼紙去保色，可動其實比想象中好嘅。膊頭嗰個導彈發射器咧用入榫嘅方式，咁所以佢係好實淨。背包嘅3支推進器亦都有可動，以嗰個年代嘅 High Grade UC 嚟計咧，佢算中上。2010年編號105渣古2 F2 嘅自護樣式同埋107渣古2 F2 嘅聯邦樣式，冇個完全一樣，只係顏色有唔同。0083嘅機體比例算做得好好嘅，有揸槍嘅手同埋張開手嘅手型，武器齊晒㗎，有2把機槍啦、熱能斧、替換嘅彈夾、小腿嘅導彈發射器同埋側腰夾嗰個榴彈，可動唔差 ，detail 亦都全面，咁始終話到尾都係 Kadoki 監修過啊嘛，只係噴射口咧要自己補翻個色，就唔算特別亮眼，但係整體就冇乜好挑剔。2010年編號106洛特雙機版呢隻咧，我講咁多年都冇提過嘅一款 High Grade UC 超級罕見，佢係獨角獸登場嘅機體，因為佢係細機啊，咁所以一盒就包咗2份，武器都包齊2套嘅，保色位就得鏡頭同埋心口嗰2笪白色，武器 detail 好足，機械感好強，雖然細隻，但係啲 detail 多到嚇死人。個樣咧就有啲鈍，但係可動就一啲都唔差，可以變做坦克嘅形態。前臂嗰個光速噴射器咧要換件先至做到攻擊狀態㗎啦。前臂嘅導彈發射器亦都可以打開個蓋，但係彈頭咧就要自己保色，真心罕見㗎呢一份。你有興趣嘅見到實物，唔該你拿上手即刻去俾錢，因為下次唔知幾時再返㗎啦。2010年編號109 X 高達同埋2013年編號163高達 DX 同一個譜系就一次我講啦，模型呈現上算做得幾好嘅，成個比例有修整過，線條流暢修長。兩款其實我最欣賞都係嗰個貼紙嘅運用，包括心口銀底加綠色透明件啦，同埋衛星接收器嗰塊特別嘅貼紙。其實我不嬲都唔欣賞 Bandai 嘅貼紙，但係呢兩款呢，我買咗翻嚟，我係真係會用，效果係好好睇嘅。咁加上今年又係周年紀念啦 ，High Grade AMG 輪流出翻都係非常正常嘅。2010年編號111 Double Zeta， 雖然 High Grade 嚟講佢嘅可動唔算得好啊，咁但係你拎佢同 AMG 嘅版本每一個 version 比較，佢嘅可動已經算高噶啦，係可以變形嘅，咁但係要拆件重組，就好在冇AMG 咁複雜，夠輕啊，關節支撐力都仲可以接受嘅。厲害嘅係 MS 嘅比例做得非常之好睇，完全冇因為要變形而受到影響。接駁件可以收納到零件啦，可動同埋打開嘅結構亦都做足嘅。分件就未做到十足十，駕駛艙都仲要貼貼紙，咁但係以嗰個年代嚟講都算幾好噶啦。我自己就好欣賞嗰個變形系統係幾高質嘅。2012年編號145漢堡拉比，造型非常之獨特嘅 MS， 可惜就出得早啊，受到當時技術所限，為咗遷就個造型就放棄咗好多可動，上半身嘅可動算差嘅，下半身就因為要變形，反而係做得幾好。變 MA 之後嗰條尾咧可以伸翻出嚟，武器俾足嘅。咁但係留意翻啦，嚟緊會有 GQX 嘅版本，睇實物圖估計可動應該有好大嘅提升，所以我寧願等嗰隻多啲啦。2014年編號174飛翼高達零式電視版嘅零式，咁其實我成日都講呢隻 Bandai 就出得好冇誠意嘅。用最方便生產嘅方法去做，包括背包對翼用最簡陋嘅絲扣關節啦，肩甲可以打得開，但係個劍柄收納又唔喺呢一度。其實當年呢啲嘢個技術已經有解決方案，只係佢冇心機做嘅啫。而家 RG 又出得咁好，咁我真係會建議大家考慮 RG 多啲嘅。2015年編號195卡碧尼新生版，對比起 High Grade 嘅舊版，甚至係 AMG 都好，我都係覺得呢一隻個結構做得好嘅。首先個手踭結構更加靈活，而且手指唔係可動手咧，反而冇咁容易甩嘅。4大塊肩甲靈活度高又容易砌，其實中意卡碧尼嘅話，真心建議呢一隻。2018年編號211里奧，後期 High Grade 入邊佢都應該算係最少 runner 嘅一份，有少少 EG 嘅影子㗎啦。
其實佢冇乜裝備，所以砌起嚟呢啲關節嘅支撐力都仲夠嘅，同埋咁簡單嘅模型，呢一個價錢我覺得係 fair price 嚟嘅。2019年編號228沙漠高達，所以今個月 high grade、master grade 都有嘅，咁其實各有各好。master grade 嘅當然分件仔細啦，但係以 high grade 當時嘅技術嚟講，其實呢份嘢做齊做足冇乜缺點㗎啦。沙漠高達本身就裝備唔多啦，咁所以想輕鬆玩嘅話，呢一隻都可以一戰嘅。2019年編號229潘尼洛普哈特維登場嘅機體，咁其實預咗佢都會彈出彈入㗎啦。今年以大型 MS 嚟講咧，佢結構算唔錯，但係無論變 MA 定係你上翻嗰啲外置嘅裝甲咧，都會好花時間嘅。嗰啲接口同筍位其實佢真係做得好 fit 㗎啦，但係就算做到咁好，你一樣會覺得好複雜嘅，砌起上嚟係好有趣嘅，但係絕對需要耐性。2020年編號233梅薩 F01同埋2026年編號267梅薩 M01高曼機。F01嘅造型我其實好中意㗎，但係除咗個樣之外啊，其他嘢譬如可動啦，又或者啲通風管中間要貼紙保色，都係近年 high grade 嘅新低點嚟㗎啦。自己噴完油上色咧係好靚仔嘅，但係可以做嘅 pose 真係唔多。好彩嚟緊有新嘅 M01，嗰隻咧就比較值得期待啦。新嘅 M01喺我出呢條片嘅時候，其實都仲未派貨，下個月日本都會再反嘅，估計今次香港個貨量都應該唔會少㗎啦。咁唯有再反完之後，我攆過份 menu 啦，再同大家講多啲。2021年編號240夜鶯，我都要講聲 sorry 先，因為本身諗住 M3 比賽完咗，嗱臨做埋啲後續嘅手段，然之後拍條片分享下我砌嘅過程。咁點知入咗廠啦，出咗院之後又有2條片趕住要出啦，咁唯有揀埋呢條片先至繼續砌啦。簡單啲嚟講，組裝比想象中容易，但係真係太大隻，大家買翻去砌嘅時候一定玩得好開心嘅。咁但係要記住預留足夠嘅位置做 display。咁亦都希望大家 stay tuned 我之後分享嘅影片啦。2022年編號242神龍高達，又係另外一隻比較我近年嚟講失望嘅 high grade。個龍頭嘅新結構我幾欣賞，摺疊嘅方式唔礙眼，靈活度同埋支撐力亦都比想象中高。可惜個肩胛嗰兩粒綠色嘢要用貼紙保色，真係搞唔掂啊大佬！都宜幾年咧，其實做得半圓形嘅件就咁拍上去一啲都唔難，但係佢就一件過做俾我哋。唔想開壇作法大搞噴油嘅話，買支金屬綠色嘅 marker 就咁油上去啊，都一定好睇過你用貼紙。2024年編號250突擊自由高達勁，啱啱 PB 上架咗隻 Spec 2啦，本體就係呢一隻嚟嘅。有陣時 PB 啲款式同再版都係好有關聯，拎得 MS 主體嗰份模具出嚟印，咁順手印埋呢一份咧都預計得到嘅。Seed Freedom 日本銷量真係好唔錯，預計嚟緊呢半年咧佢哋啲 item 都係彈出彈入㗎啦。2024年編號254渣古 2F 型 Solar 尼基同埋編號255高達 EX 復仇安魂曲入邊登場嘅機體，最大嘅特點就係做咗超多擬真嘅軍事細節，同傳統高達完全係另外一個畫風嚟嘅。中唔中意咧就好主觀，但係無可否認佢提供咗另外一種玩法，就係舊化啦。咁多凹凸嘅細節，做少量嘅積洗同埋光束已經可以有好明顯嘅效果。想試一試舊化玩法咧，強烈建議用呢兩款做練手。有興趣嘅可以撳右上角條 link， 我有個簡單嘅分享嘅。2024年編號257黑騎士小隊加流羅，成套 Seed Freedom 最貴嘅 high grade， 咁亦都係我覺得 Bandai 最有心思，但係效果未如理想嘅一隻。邊嗰啲金色嘅 pattern 全部幫你分晒件，以前真係完全想像唔到可以咁樣做，但係因為佢太集中喺金色嘅部分呢，背包其實都仲有啲立體位要用貼紙保色。其實講真啦，我就有信心佢認真去做，呢啲位都可以分埋件嘅。咁同埋佢另外包咗好多 effect 件啦，可以做到啲好熱鬧嘅攻擊狀態。計翻呢個價錢又唔算太過分嘅。High grade UC 其實仲有嘅，咁好可惜以下咁多款咧都係由5月延到6月㗎啦，包括2002年編號36鐵奧，2006年編號68渣古1黑3連式配色，2009年編號101獨角獸高達 Unicorn Mode， 2010年編號116新安州，2013年編號165 V 高達，2014年編號177 Turn A 高達，2016年編號201 Strike Freedom 新生版，2018年編號213獨角獸高達3號機鳳凰，2024年編號258命運高達 Spec 2連宙斯魅影套裝，2026年編號263傳說高達，2026年編號264古斯塔夫卡爾 Type Double，2026年編號265斯高達失善之魔女版，2026年編號266阿尼宙斯
咁當然啦，除咗 High Grade UC 之外，其他 High Grade 系列咧亦都會有再版。High Grade Double 2009年編號37天使長高達，造型獨特，同時佢係次天使嘅背包，高可動亦都可以變形。關節設計令到干涉減到最低，心口高達樣嗰兩支天線咧，其實有機會唔穩嘅，可以搽少少 AA 膠上個波裝度做個加厚。但係如果你買 High Grade 次天使最終版咧，其實已經包埋呢部分，可以唔使重複買嘅。High Grade Seed 亦都有兩款嘅，2011年編號 R05嘅神盾高達，同埋2012年編號 R13嘅天意高達。雖然話佢係11年同12年出啦，咁但係個模具咧喺02到04嘅時候已經出咗㗎啦，只不過係重新配色再印過。講到咁古早咧，你都可以想像到結構可動細節全部都麻麻地，除非你真係好中意呢種古早味啦。如果唔係，呢兩款嘅 MG 版出得非常之好，建議考慮 MG。High Grade Build Fighters 2014年編號12莎薩比小姐，好明顯睇得出嘅，心口同埋手臂咧用翻原本莎薩比嗰份模具，咁所以同其他新開模比較女性化線條嘅部件咧有啲格格不入。還原翻動畫好多嘅推進器啦，亦都因為比原版收長，可以做到更加多嘅 pose， 難得地唔算多位需要保釋嘅，咁可以輕鬆砌㗎。2014年編號13暗物質能天使同埋編號16驚異能天使，兼用咗 High Grade Double 嗰邊嘅 Exia 同埋 Repair Toolkit 嗰份件。結構係相似嘅，所以好多位都要用到貼紙㗎啦。Dark Matter 就用咗兩隻紅色再配黑色，外甲更加尖鋭，加埋還原度高嘅背包同埋兩把大劍，反派氣勢超級足。有耐性少少，自己將啲角磨尖埋佢咧，真心會好型嘅。Amazing Exia 咧就用翻 Exia 嘅配色，亦都有兩把大劍，但係其中一把咧係 GN 劍嘅造型。兩款嘅背包都好鬼死多嘢伸出嚟，咁所以干涉個問題係明顯㗎。同時間呢兩款咧亦都係 Build Fighters 少有出埋 MG 版嘅，不過 Amazing Exia 咧就係 PB 限定嘅 item 嚟㗎啦。2014年編號14海盜魔王高達，兼用咗 X1 嘅內扣，咁但係外甲因為要做翻嗰啲反光位，全部都係新開模做，用貼紙做呢啲反光嘅效果，我又覺得睇上去係 OK 嘅。Crossbone 嘅特點就係武器超多，佢而家有埋兩隻輔助臂可以幫你拎多啲武器做唔同嘅 pose。扣喺腰側嗰個手柄咧，其實幾特別，可以轉到武器嘅角度，呢個就真係 Build Fighter 先可以做得到嘅啫。心口嘅骷髏頭可以打開個口發炮，都有還原翻，咁呢份嘢係幾有趣嘅。2014年編號15老虎 R35，可能大家都覺得熟口熟面，因為新版嘅老虎咧用咗呢度唔少嘅部件㗎。機關槍手指呢個部分咧，而家當咗護甲咁樣裝喺前臂，盾牌同埋光速刀咧亦都有兩份，擺 pose 咧就好方便啦。可動喺老虎嚟講算高嘅，透明件增加咗科技感，外形討好，素組亦都有好。2014年編號17重生鳳凰飛翼高達，同上個版本比咧外甲差唔多改晒，而家造型亦都做翻個左右對稱嘅，咁 detail 亦都提升咗，武器細節更加豐富。手槍、長槍、光速劍可以合體，呢款 MS 盾牌手持嘅方法就好穩陣，但係就冇得轉角度。留意翻對翼個結構比較複雜啦，咁重量亦都多咗，容易向後跌嘅。想企穩咧，最簡單喺腳底黐少少 bootleg，其實都搞得掂㗎啦。2018年編號14天際 Double 高達，其實計翻轉頭呢一款我都係第一次講，除咗 Double 嘅元素之外，佢仲 crossover 咗命運嘅部件，包括肩甲、定風翼同埋背包兩把大劍同埋長槍。其實個肩甲咧係接駁咗喺背包嗰度，可以還原翻唔同嘅形態，可動亦都算高嘅，關節支撐力意外地唔錯，同埋呢一份模型咧都有啲小心思，譬如心口綠色透明件下邊你打開佢咧會見到有戰損嘅痕跡。提翻大家之後出咗隻 Higher Than Sky 嘅版本，多咗啲效果件啦，顏色又淺啲，睇下你中意邊個 version 啦。當然唔少得有 GQX 啦，2025年編號1 GQX 同埋編號7艾古沙貝專用強人白前矛裝備。我知道 GQX 嘅造型咧到而家都唔係個個人接受得到，咁但係以模型生產嘅技術去睇嘅話咧，佢都算掂到而家 High Grade Detail 嘅天花板，至少分件嘅技術咧係追唔上。咁但係都意味住 Bandai 自己都知道係時候喺分件嗰度落下苦功㗎啦。咁我都期待佢下一次升級嘅成品。同樣地啦 ，High Grade 嘅系列亦都有 delay 嘅 item 嘅，就包括以下嘅款式 ：High Grade Double 2009年編號43拳天使高達，2009年編號48智天使高達 GN 最終武裝，2009年編號50墮天使高達 GN 最終武裝。2009年編號51次天使高達 GN 全武裝，2009年編號53再生高達。補翻講少少嘢，上次月中嗰條片首播嘅時候，有觀眾問再生高達嗰陣時，我仲迷迷地嘅，咁所以答錯咗。5月份嘅再版咧係日本派貨，6月先係本地派，咁但係而家連日本都 delay 咗咧，所以理論上全部都係6月先有噶啦。如果呢位觀眾聽到咧，咁就下個月留意定啦吓。2009年編號54 Double 強化模組加 GM 劍3型。High Grade G Self 亦都有2014年編號1 G Self 大氣層用背包，2015年編號16卡巴卡利。
High Grade 鐵血孤兒2016年編號18格雷茨艾恩。另外，仲有2024年嘅 BMC 元祖高達6月都會喺本地再版嘅。好啦，然之後我哋可以睇 RG 啦。2013年編號5自由高達，用而家嘅眼光睇翻咧，又真係唔算出得好嘅，有啲件易甩啦，背包超重，後尾仲要出多隻 GCP 版，改咗少少模具，咁比例同埋線條都好睇啲。有興趣嘅話，我會建議 GCP 版嘅，咁但係嗰款係限定要揾呢，就真係有啲難度嘅。2013年編號14突擊自由高達，又係同一個月出晒 MG 同 RG 嘅版本，但係你都見到啦，出產個年份個差距都幾遠。如果你唔係特別討厭 RG 零件太細，咁呢份嘅完成度真係高啲嘅。雖然佢話個背包都一樣係過重，但係骨架做咗電鍍，你打開呢就真係好睇好多。但係我都要講多句，其他關節同埋內扣呢，佢係用翻嗰隻膠金色嘅，個落差望上去真係好大。咁建議可以至少用翻馬卡補翻色啦，望上去冇咁膠啊嘛。2019年編號19紅米網高達，聽開我講到之後，我係極度唔建議呢一隻嘅。除非你願意鎖死佢條腰，直接用 AA 膠黐死佢啦，因為佢條腰嗰個設計真係極度易甩㗎。但係無可否認啦，佢個外形就真係好好睇嘅。另外佢係上色筆又好嘅，特別係嗰對可動手，我自己試過噴底灰上去，噴完之後佢成塊同我碎開咗。咁呢個應該真係個 thinner 同個材質本身有個唔知咩化學作用啦。咁我到今時今日都冇解決辦法嘅。如果有建議嘅，歡迎留言話翻俾我知。2016年編號21量子型 Double O 高達 RG 嘅 Double O 譜系嚟講呢，我覺得佢最靚仔。GN Drive 用咗反光貼再加透明綠嘅件 cover 住，呢個效果係超靚嘅。Double O 本身個機設科幻味已經偏重 ，RG 咁細隻模型化之後，感覺佢呢就特別精緻，用得多透明件做劍刃，亦都同時加重咗呢個味道。其實呢一隻我真係好推薦。2018年編號28多魯傑斯1嗱，首先我又係有 bias，我係好中意多魯傑斯嘅。咁但係 RG 呢一份呢，亦都真係值得推薦。一份好嘅模型嘅元素，我覺得佢係齊晒㗎啦。骨架關節夠力啦，有少量嘅連動，冇甩件，組裝難度低，資訊量適中，比例線條符合現代審美。你話佢有好突出嘅地方呢，我又真係講唔出嘅。咁但係呢個年代出嘅 RG，我覺得佢又真係算冇乜缺點㗎啦。2025年編號43飛翼高達零式電視版嘅 Wing Zero， 講真，動畫嗰個比例呢，我唔覺得太好睇，但係佢修改完之後，個骨架系統係有新嘅改善，連埋背包對翼呢，佢自己都有骨架嘅，兼且兼顧埋變形嘅結構啦，加上推進器噴射口嗰個獨特嘅機關，見到 Bandai 喺 RG 上面嚟講真係有明顯嘅進步。用模型嘅結構去對比翻價錢，其實佢比一部分中期嘅 RG 更加抵買。即使去到 RG 都好啦，都有 delay 嘅 item 嘅4款嘅啫。2014年編號16馬沙專用紅蟹。2017年編號25獨角獸高達。2021年編號36 High New 高達。仲有2022年編號37神高達。最後我哋睇埋 SD 啦 ，BB 戰士有一隻嘅，1997年出，編號172浩堅環唐模輝羅鋼極彩版。哇，認真呢一隻實物我自己都未見過，背包幾把刀呢，當年係用咗多式電鍍嘅輝羅鋼技術，本體可以變做豪鐵劍神形態，但係除咗劍之外，所有嘅顏色都係靠貼紙補噶啦。有興趣見到實物嘅直接買啦。平時我講嘅就係話唔知佢幾耐先至下次出再版，但係呢隻我係直接唔知道佢仲有冇再版啊。SDEX 咧就有以下呢幾隻：2015年編號2空襲型突擊高達，2015年編號4飛翼高達零式 EW，2016年編號7紅迷網高達，2016年編號9命運高達。2016年編號12地獄死神高達，2020年編號16 New 高達，2021年編號18飛翼高達零式。三個創傑傳咧就有上個月 delay 嘅款式就係哈魯啦。淨係睇翻本地派貨嘅款，今個月嘅肥宅之選咧就有以下6款，包括 MG 嘅德天使高達、R100 嘅渣古2 FC。High Grade UC 嘅李歇爾隊長機、卡碧尼新生版、High Grade Double 嘅再生高達同埋 High Grade 標輝嘅莎薩比小姐，
嗱，呢幾款咧未必係超級出色，完全零缺點，但係各自有自己嘅亮點，同時罕有度咧亦係我一個好大嘅考慮嚟嘅。睇下又會唔會有機會係各位嘅滄海遺珠啦。好，今集模型情報就嚟到呢度，又係時間講翻一啲隔一排就要講嘅説話。間唔時都有觀眾留言話：喂，你上個月話呢一隻嘢今個月派貨，點解到月底都未見？係咪吹水㗎？首先我嘅資料咧已經好清晰喺畫面嗰度説明咗呢個 item 究竟係日本派貨定係本地派貨。呢個咧就關係到我資料來源嘅問題啦。聽得我講耐嘅觀眾可能都知道，其實我日本嗰邊咧有個 friend，佢屋企自己係開模型店嘅，佢就唔會主動俾份單我睇今個月有啲咩派貨，但係我做好晒資料搜集之後，我將個 list send 俾佢咧，佢就會話俾我聽有冇漏啊或者有冇錯嘅。至於本地派貨嘅話，講真我都真係跟住批發嗰張 list 去講，但係你都要明白啦，批發嗰張 list 咧講緊係譬如1月嘅時候你已經要訂4到6月嘅貨㗎啦，中間隔咗咁耐，其實都可以好多嘢發生嘅，去到 last minute 先至有貨加減都常會發生㗎。譬如年初97年嗰份 MG 嘅炸股，佢突然間要 cancel， 咁大家都冇計。另外一個比較常見嘅現象就係啲貨咧，其實係嗰個月先至喺日本運過嚟香港。個 list 咧就冇預計到清關唔順利嘅。我自己就做咗20年 trading， 就算寄 DHL 啊、UPS 啊，扣關都常見嘅，20單總有1-2單。有陣時未必係你啲貨有問題，係同你一齊寄個 lot 貨有問題。可能講緊係文件唔齊啊，或者個機有異樣啊，或者甚至純粹係 random 抽檢。咁一扣關咧就冇人知幾時放㗎啦。我試過個最誇張嘅 case， 寄貨去俄羅斯，成個櫃喺海關嗰度扣咗半年。咁當然啦，香港同日本係冇咁極端嘅，但係扣你1-2個禮拜就絕對唔係咩新鮮事。講個近啲嘅例子啦，High Grade嘅觀星者本身4月係本地派貨，結果5月中先至喺香港派得到啊。再者就係 Bandai 自己生產嘅 delay 亦都有可能。嗱，佢海外同本地派貨理論上係2條生產線，但係同一個 item 咧一樣會有機會互相影響嘅。試過日本嗰邊 delay， 但係香港照準時派貨，亦都試過好多次日本一 delay， 香港呢一邊咧又要跟住延期嘅。我自己亦都有 review 翻我報過嘅 item， 咁同幾間模型鋪做對比都有8-9成準。我同大家都係一樣㗎咋，其實都係上網睇派貨狀況，真係冇同任何鋪頭合作收風嘅。邊個咁得閒收到貨就好似匯報俾上級咁樣同我講，喂，今次收咗啲咩同埋少咗啲咩啊？我亦都完全明白嘅，大家等唔到心頭好嗰種失望同埋掹陣嘅心情。嗱，你留言問我，我都會解釋翻。咁但係希望大家高抬貴手，語氣咧就可以好翻少少嘅。講到尾出咩貨啊，扣唔扣關啊，真係唔到我話事啊。如果我真係幫 Bandai 打工，咁呢啲嘢亦都唔能夠喺我個口入邊嚟爆出嚟啊，係咪先？我都只係用自己嘅方法整合翻啲資料俾大家了解翻多啲嘅啫。另外，靜岡模型展公佈咗嘅新 item， 其實呢幾個月咧我都零零散散咁樣講過㗎啦。有啲 PB 都上咗架啦，咁再開條片講咧又好似有啲重複，所以不如等多少少時間睇下會唔會再有啲新嘅資料公佈出嚟。咁我就下個月中一口氣同大家再 review。其實都仲有啲動畫嘅周邊上講，但係呢條片應該太長啦，咁唯有下條片先講啦。中意高達模型同埋相關資訊嘅，記得 CLS 撳埋訂閱嗰個叮叮鐘，有新片就可以即刻收到通知。仲有記得喺留言嗰度幫我打000。如果覺得肥宅每個月做功課都值得支持嘅，可以加入會員，每個月請我飲杯嘢。我係肥宅模型，咁我哋下條片見啦 ，peace。